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上次台长说，如果别人给自己磕头会折损自己的福报，或者是帮别人背业，那么像我们在法会或者在观音堂，大家都在磕拜跪拜观世音菩萨，但是场地有限制，前前后后，那么后排的人磕下去的话，前排的人会不会背业障啊？你自己在拜观音，所有的业障都没关系，不会受到业障的。只有前面没有菩萨的时候，你在跪拜某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业障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。这个在观音堂这种情况问题不大，因为大家跪拜的其实是观世音菩萨，他的法力无边，而且你跪拜的是有目标的，所以不会有业障的。一般的指的是你跪拜某一个人，比方说你家里的人跪拜你，那你一定是替他背业的。哦。听得懂吗？明白明白。嗯，听得懂。